我已經向 SFMTA 要求全面評估增加街邊停車場供應嘅潛在機會。呢個查詢所問嘅只係我哋現有嘅街內同有限嘅街外停車場係咪有機會去滿足社區需要。街頭停車同好多居民包括長者家庭同小型企業客戶都依賴汽車作為佢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停車通道係我哋聽到最一致嘅擔憂之一，亦都影響咗小型企業嘅鄰近通道。或者路邊配置可能會允許改變，例如係傾斜或者垂直停車，而唔係平衡停車，同時保持緊急通道。管理工具包括裝載區同紅色區，睇下係咪可以喺唔影響安全嘅情況下作出少少嘅調整。例如我成日沿住日落路跑，我見到好多闊路，可以好容易將平衡泊車轉換成對角線。結果係要喺做任何決定之前了解可能有啲咩空間同埋有咩貿易對象。第四區係一個多模式社區，我強烈支持有多種方法俾人哋去，無論係步行單車定係揸車。我係關於雙贏解決方案，你確定咗可能嘅停車位增加機會之後，你可以參與呢個要求嘅必要條件。任何潛在嘅變動都會涉及諮詢。我已經要求 SFMP 喺1月15日前回應，我嘅辦公室會喺我哋收到最新消息嗰陣分享，同埋繼續同機構同社區合作。多謝你。